以聖父、聖子、聖靈獨一神嘅名，阿們創造係基督教嘅基本信仰。我哋喺教會信經中都話，我哋信獨一嘅上帝，全能嘅聖父，創造天地一切有形無形之萬物嘅主。呢個意味住連嗰啲睇唔見嘅事物都係被創造嘅。睇唔見嘅事物包括天使、魔鬼，甚至空氣中嘅細菌，或任何肉眼睇唔見嘅存在，歸根究底都係被創造嘅。喺當今呢個時代呢，創造信仰呢特別重要，因為世界大部分嘅人呢都跟隨達爾文主義嘅思想，認為宇宙可能係永恆嘅自然而然咁產生出嚟，或認為物質本身就係永恆非受造嘅。呢啲觀點既冇直觀理性嘅基礎，亦都冇強而有力嘅科學根據，更加完全違背聖經嘅教導。聖經從一開始就明確地宣告咗一個真理：起初神創造天地。呢句說話咧，仿佛就係創世紀嘅標題，因為咧佢講述咗創造嘅故事、墮落嘅發生，上帝為咗選聖潔嘅民嘅旅程，並預示上帝自己將要道成肉身降臨嘅至於三位一體嘅信仰。有啲人呢會對三位一體及其在中嘅作用呢感到困惑。聖西利爾大帝為我哋確立咗一個原則：凡係臨到受造界嘅，都係從父借子喺聖靈中發生嘅。所以三位一體喺創造中嘅參與係確定無疑嘅。喺約翰福音第1章話：凡物係靠佢做嘅，凡被做嘅冇一樣唔係靠佢做嘅。呢度所講嘅係道成肉身 Logos， 亦都即係生子位格，亦都話上帝嘅靈魂行喺水面上。按創世紀第1章，可見聖靈同樣參與咗創造嘅工作。聖保嘅亦都用咗聖經嘅表達，因為一切都係本於佢，依靠佢，歸俾佢。本於佢指嘅係從聖父而出，歸於佢，說明萬物係為佢而做。依靠佢係藉住聖子。呢啲介詞呢，正係喺解釋三位一體喺創造中嘅角色以及創造嘅目的。上帝唔係因住需要而創造，正如我哋喺彌撒中禱告所講嘅：你唔需要我嘅服侍，而我卻需要你嘅救恩。因此上帝創造宇宙喺創造人類之前，並唔係因為佢有所缺乏，佢唔需要任何嘢。佢創造萬物係為咗為人類嘅受造預備舞台，所以整個受造界咧都係為人而做，亦係為咗讚美上帝嘅榮耀而做。呢個係咩意思呢？主聖嘅旨意係使世界恢復至上帝所設想嘅模樣，成為歸於神嘅國度，不斷讚美神聖寶礦話，叫佢嘅榮耀罰一點12分。以賽亞亦都話，因佢係我為自己嘅榮耀所創造呢所作成嘅，佢係我所造作嘅。以賽亞書43.7分。人係受造物嘅冠冕，係最後被造嘅，正如創世記所描述嘅，只要依靠嗰厚賜百物俾我哋享受嘅永生上帝。提摩太前書6.17分，並以此歸榮耀與上帝，帶領全宇宙進入頌讚嘅故事中。因此創造係教會中一個穩固嘅信條。上帝係創造主，唔係因住需要，而係出於自由完美嘅意志。上帝嘅屬性嘅喺創造中咧，顯明佢係良善嘅，所以佢創造咗本性趨向良善嘅世界。上帝係自由嘅，所以佢出於自由創造咗世界，佢亦將自由賜俾咗按佢形象受造嘅人類。人係唯一神係照住自己嘅形象創造人，乃係照住神嘅形象。親愛嘅弟兄姊妹們，仲有一個常常讓人困惑嘅話題，就係6日創作嘅問題。首先呢，我哋要明白，摩西喺寫創世記嘅時候，並唔係用科學嘅方式嚟寫嘅，因為呢個唔係寫俾科學家睇嘅。默示本身唔係為科學家而設，而係為咗所有人，而唔係以科學語言表達的事實。因為科學不斷在變化，語言方式亦都會改變。極致嘅科學準確性並唔係聖經嘅目的之一。好多教父已經解釋話，6日創造嘅順序其實係
同今日嘅科學同地質學一致嘅，因為呢種順序呢，喺邏輯上係非常合理嘅。至於日呢個詞，其實唔一定係字面上嘅24小時，因為太陽本身係到第4日先至出現嘅，所以首先有光出現係合乎邏輯嘅，然後形成構成天地嘅萬物，跟住喺第4日出現咗兩大光體，太陽同埋月亮，然後呢係設活住嘅生物，最後喺第6日創造咗動物同人類。順便講句呢，嗰啲聽過宇宙大爆炸理論嘅人呢，要知道呢個就係宇宙爆炸嘅理論啦。呢種理論呢，而家喺好多科學家中呢好流行，其實並唔同聖經關於創造嘅描述相衝突。我再講，一篇聖經並唔係用科學語言嚟解釋創造好讓科學家滿意，呢個唔係問題嘅重點，因為聖經宣告嘅係上帝係創造者，並強調人類作為喺所有被造物中有別於他者嘅獨特存在。但係宇宙大爆炸理論係科學家70多年嚟用，係一個有趣嘅比喻方式嚟講明嘅。咁如果你有一個小氣球上面呢咗兩塊口香糖呢，然後呢你開始吹氣，你會睇到嗰兩塊黏喺氣球上嘅口香糖越嚟越遠，隨住氣球繼續膨脹，佢哋之間嘅距離呢就越嚟越大嘅。科學家發現咗宇宙膨脹現象，亦都即係話天體正以已知嘅時間尺度彼此遠離，於是佢哋推算，如果把時間倒推返去幾十億年前呢，成個宇宙本係一啲粒子，之後爆炸產生咗而家嘅宇宙膨脹。科學家自己都確認咗呢個宇宙大爆炸理論。如果呢個解釋咗宇宙，咁佢一定需要一個設計者，一個非常巧妙嘅工程師，俾呢種爆炸以呢種方式發生，嚟到所有嘅行星與天體嘅按照呢啲方向運動，又唔互相碰撞。每當科學家們更深入咁研究天文學同埋物理學，並睇到嗰啲極為精確嘅方程式，呢啲方程式控制住行星與天體之間嘅距離，佢哋就會更加確定呢個宇宙嘅複雜與偉大唔係任何電腦能夠創造出嚟嘅。因此大爆炸理論從未否定上帝嘅存在，聖經並不支持呢種否認神嘅思想。即使係宇宙大爆炸，亦都從未排除造物主嘅存在，以至於有一位科學家曾經話，如果大爆炸係真嘅，咁就必須有一個更大爆炸者，意思係話呢個宇宙嘅最初引爆者。我哋唔涉足科學領域嘅問題，呢啲都係科學家嘅職責。我哋唔係科學家，我哋擁有嘅係根基。起初上帝創造天地，關於創造呢，我哋仲有另一個爭議，咁就係進化論者及其信徒呢，佢哋主張生物種類經歷咗內部演化，但係聖經清楚宣告各類生物都係各從其類。呢個表達喺創世紀中關於受造物嘅描述中大約重複咗6次。呢個意味住聖經明確指出每一種生物會從另一個種類演變而嚟，亦即係話喺同一類中可能有唔同種類，例如狗嘅種類可以互相進化，某啲昆蟲之間亦都可能係演化而嚟嘅。但若要話聖經同意昆蟲變成大象嘅講法，咁完全同聖經不符。事實上，現代好多科學家亦不再支持宏觀進化呢個觀點，亦即係所謂嘅總體進化論，主張所有種類同族群都係互相演化而嚟，試圖說明人類不過係從某個活細胞喺隨機變化中演化出嚟嘅生物階段而已。但係呢個講法，大多數科學家如今並唔認同，因為唔同物種同種類嘅差異呢非常明顯。從時間同演化軌跡嚟睇，呢啲理論呢根本無法站得住腳，反而同證據衝突。此外，創世紀前幾章亦都引發咗另一場爭議，仲有一啲新嘅異端把呢啲章節解讀為象徵或者神話。但係如果你認真閱讀
創世紀嘅第1、2、3、4、5章等等，你會發現其寫作風格根本唔似神話，或者好似精聖語言聖經呢，確實有部分嘅章節採用比喻同埋象徵嘅寫法。但係創世紀1至11章，尤其係包括挪亞同洪水嘅故事，其描述方式完全不含象徵或者神話嘅語言。相反，呢個理論曾被無神論者廣泛採用，文風清晰，係一種循序漸進嘅敘述方式，非常接近佢哋嗰個時代常見嘅歷史記載風格，甚至喺我哋今日亦都依然如此。因此，如果有人試圖把亞當同夏娃當作象徵，或將整個創世故事視為比喻，肯定唔係實際發生嘅創造。咁呢種講法係錯誤嘅，因為教會嘅先賢從未咁理解過呢啲經文，文本本身呢亦都完全冇呢種暗示。相反，聖經呢充滿咗證據，證明呢個係真實嘅創造。喺某一歷史時刻，整個宇宙開始存在；喺另一個特定嘅時刻，上帝選擇創造人類，神呢就照住自己嘅形象創造人，乃係照住神嘅。新約中呢亦都以完全一致嘅方式談論創造，例如聖保羅喺羅馬書第1章中寫到，自從造天地以嚟，上帝嘅永能同上帝本性係明明可知嘅，雖係眼不能見，但係藉住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嘅。因此，受造物指向上帝嘅能力嗰啲不願意從創造中認識創造主嘅人，保羅話佢哋嘅無知嘅心就昏暗咗。羅馬1:21分，亦即係話佢哋以愚昧嘅心態拒絕認識真理。明明睇到眼前嘅創造如此清楚咁顯示有一位創造者。仲有一次，保羅喺哥林多後書4.6分講話，個吩咐光從黑暗裏面照出嚟。呢個係佢喺回溯創世紀第1章嘅記載，為咗確認確實有創造嗰位吩咐光從黑暗照出嚟嘅上帝已經照喺我哋心裏邊，叫我哋得知上帝榮耀嘅光。我再話俾你聽一個數字，俾你哋了解聖經各幾間連結。創世紀第1至第11章喺新約中被引用咗100次，亦即係話新約入邊有100次引用或參考創世紀前11章嘅內容。呢個清楚咁表明聖經將呢啲事件視為真實歷史，包括真實嘅創作同真實嘅人物，而呢啲亦都喺新約中以極自然嘅方式再次被強調，作為教會所宣告嘅信仰事實。所以創造係一個穩定不變嘅信仰真理，只係一位創造者，並唔存在一個邪惡之神。神係獨一嘅善神，但係佢賦予一啲受造物自由意志，於是呢出現咗選擇作惡嘅存在，例如墮落嘅天使撒旦，亦都出現咗選擇行惡嘅人類。然而神仍然係善嘅，佢嘅一切旨意都係為咗人類嘅益處，而一切都係為咗神嘅榮耀。願榮耀與尊貴歸俾我哋嘅神，直到永永遠遠遠。阿地。